蛮有在意自己的造型。哦，对他非常在意自己的造型，他觉得他现在是各方面状态最好的时候。大概认识是2020年的8月10号吧，8月份对，8月10号，8月份，大概11月吧，11、12月在一起。对，认识3个月之后在一起，就前期有3个月在一起磨合相处，对，每天都会视讯啊，包括聊天各方面，就是相当于就是说把整个人就毫无保留展露在他面前，对，包括我之前的一些恋爱史啊，包括以前的一些什么事情，我都向他就是坦诚就跟他说嘛，对吧？就觉得啊，我是真的很认真的，我们俩是认真的，对啊，要在一起啊，再加上后面发生的一些事情啊，对吧？更加确定要在一起了，对吧？哦，对，我们认识的时候刚好是疫情期间，然后我是疫情期间的时候过去大陆的，对。不要以为我们很能吃，其实我们吃很少。我觉得主要是我妈妈蛮支持我的，所以你今天能够娶到老婆，真的要谢谢你岳母，因为我妈妈就拿了，我妈好像拿了2万还是3万给我，对，支持就说我支持你去，就是你就是去看看，对啊，对，因为我觉得这是我这辈子做过最冲动的事，对对，对吗？所以我希望我對佢真放心啦，所以我是實實過群人班也聊啊，唔好繼續下去，嗰度太陽班咯，叫做唔得過來，大家是興佢實實過去群咯，窮下男朋友咧，該要乜嘅願意不願意，佢也不願意，我興佢過去，佢嘛唔會過去啊。因为我这个人其实是行动派了，我当时就是悄悄的找他要了他的证件号码，对，然后就帮他把机票订好了，对，再加上他这边妈妈的就是促成，对，然后他就很快落实了去大陆见我，对，因为那时候也是因为疫情，就像他说的，考虑到疫情啊，考虑到那种多方面因素吧，我们就是怎么说呢，就想尽快对见面，对，也是对彼此一个交代，一个负责任了，对。我叫尹龙泉，来自中国安徽合肥。疫情期间呢，和太太结婚，来到台湾定居。然后我的家乡呢，在合肥下面一个县叫巢湖市，对，从小我们那边就是叫鱼米之乡啦，就是说5大断水湖，对，就产鱼，对，然后呢就是也种植水稻，就是基本上是个水土肥沃的地方。因为我后来因为工作关系很少在家乡生活居住啊，合肥那几年发展非常迅速，它因为科技行业发展，再加上整个城市的规划，是个非常有潜力的发展的城市。对。今天周末啊，对啊，然后这间是台中在地的非常有名的一间猪杂汤，对啊，非常好吃。你看这边人都排队啊，对啊，非常有特色哦。我平时也比较喜欢觅食啊，然后就是会看一些，比如说在地的美食，通过一些 YouTube 或者通过一些媒体啊，然后我会自己也会找一下这些，对。我一般都会吃2碗，如果外带的话带2碗，对，然后有时候会在这边吃就1份，尝个新鲜，对，尝个新鲜，综合。
对，它还有一些比较特别的地方，猪眼睛。哦。对，看那个敢不敢吃，它什么都有，只要能想到的地方它都有。它后面那个呢？猪血。一样猪血。就拿过来吃啊？对啊，就在路边吃啊，这样才有那种飞啊，你知道吗？有那种感觉。爽，这种有感觉的，这种在路边吃才有感觉。你看很多人都开车来这边吃，对啊。在我没结婚之前，我就经常会来台湾来旅行。为什么？因为我非常喜欢台湾的这些美食小吃。对，我觉得这些路边的话都非常接地气，每家都很特别。因为美食吧，我和台湾结缘，对，然后也后来也认识太太，对的，然后来到这个美食的国度，真的很荣幸，对的。我应该来台湾，应该第一次应该是2015年的时候，那时候两岸可以自由行。其实我已经很小的时候，比如说从一些台湾歌曲啊，包括一些台湾电影或者电视剧啊，其实蛮向往、蛮喜欢台湾这个地方的。对，我印象很深刻，第一天我从桃园机场来台北的路上，有一个计程车大哥，对我们俩聊得很投机，就无论是政治啊，还是一些生活的东西，我们俩一路从桃园机场聊到台北。从那时候开始，我觉得啊，台湾这些人真的很热情，然后没有任何，比如说对中国或者对大陆人有偏见或者什么。其次呢，最主要台湾的民主自由，我真的非常很向往民主。我觉得这笔点真的非常好，就可以发表你的看法，发表你的想法啊，人就可以自由自在那种生活的。我觉得民主，对，这是自由的气息，在大陆是体会不到的。对，啊，第三就是美食。今天想买芥蓝，没有看到芥蓝。我本来想说要买芥蓝做一道广东那边的白灼芥蓝的，结果没看到。等一下我再去其他地方看看。这个比较老一点，对啊，因为那种这比较好吃，因为我没有做过这种。我看一下哈。我其实蛮喜欢逛传统市场的，我觉得这有点所谓的人间烟火气吧，接地气。对，因为超市的话大家没有互动啊。然后都会就是说啊，没有彼此说话，对，这个可以，比如说我可以讨价还价，可以问价格，然后对吧，也可以跟这些商贩聊聊天，对，我觉得挺有趣的，对。芥蓝要这种粗一点的，对，跟刚刚那种不一样，那种芥蓝是炒牛肉的，对对，这种一般做白灼比较好吃，对。也算大陆吧，但是偏广东那边的。对，广东那边的料理叫白灼芥蓝，它直接用水煮一下，最后就是加一些，比如说调料淋在上面，用热油泼一下。对，我今天会做这道菜。对对对。喂，恩子，喂，你跟妈咪说一下，我市场看了好几间，他都没有看到芭乐，问他。除了芭乐还有其他要买的吗？因为我有，对啊，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季节没有还是怎么回事。啊，我就买了一个圣女果，可以吗？其他水果你们也要吃的吗？好 ，OK， 好 ，OK， 好好，好，好，拜拜。因为我今天跟岳母一起烧，我们俩一人烧一半，我在烧一个芥蓝，就是因为平时工作关系嘛比较忙，对吧？然后都是岳母在做，然后说假日的时候让岳母休息一下，然后自己就说可以做点家乡菜，也让他们就是尝尝那个大陆那边的味道。如果要用的话，也会比较好。我先煎鱼。我岳母有时候做菜很厉害的，对，然后他会指导我一下，我也会跟他后面学一些
台湾这边的美食啊，台湾的小吃，特别客家菜，我一直在想跟他后面学习一点。对，对，岳母是客家人，地道的客家人，对，来自竹东那边北埔乡。他就不会那个粘锅，我们那个锅子，会加减会粘锅了。就是他也愿意学，我是教佢啊，佢學我是教佢啊，我每日後生愛煮嘅菜，我從頭冇到冇卡，我是會教佢，佢也後生愛菜啦，冇嘅唔後生佢也食唔落嘅，佢是為一家煮。因为之前有听我太太说，她客家菜其实蛮像大陆菜的，有的还是口味比较重，可能比较油一点，然后比较咸一点，是吧？因为我本身也很喜欢吃客家菜，在大陆的时候也会经常去找客家餐厅去吃。安徽菜其实也是那种重油重酱，对，油可能比较重，然后颜色比较深一点。大陆都喜欢放所谓的那种酱油，跟台湾酱油不一样，它是上色那种，对，叫老抽，对。应该差不多了，找个盘子装起来。那我这个差不多。可以啊。等一下好吗？好，等一下小雨给你。只看到2碗，再在下面看一下有没有。哇，你饿了？儿子今年1岁9个月哈。对，我们结婚前就怀孕，因为我们的结婚时间比较，两岸结婚的婚姻，它要登记的时间比较很长，然后卡到一起。所以时间才拖比较长的时间，就是文件要申请完，而且要去隔离干嘛？要才可以把它带过来。应该是吧？我们结婚2年嘛。对，2年。要吃鱼吗？还好不辣。这么不捧场啊，还跳出来哦。其实我们从认识到结婚是在疫情期间，认识的时候刚好疫情最严重的时候。最严重的时候才有机会，所以都关在家嘛，才有机会用手机聊天。对，那时候后来才有往下。我们见面的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是台湾3级警戒的时候，对，然后就那时候飞过去嘛，时间比较充足，对，飞过去隔离，因为在台湾也不用上班，对，对嘛，所以不用上班，所以才能出门。就全台湾路上大概是空城，那时候疫情最严重的时候。对。当时我们都是，也是无意间玩了一个叫 Soul 这样的聊天软体，对啊，因为他就是在上面发表一些文章，就是说我觉得啊，看起来很有感觉，然后就是说让人能产生一些共鸣吧，对吧？我觉得会遇到他的时间蛮特别的，对，因为你那时候是不是刚从国外回来，对，是不是刚失恋回来？没有失恋，就是从国外回来，对，刚开始一份新的工作，然后各方面都低潮期吧，低谷期，人生低谷期，对。对。然后在这时候遇到他，也因为他这些文章鼓励了我，对啊。刚开始我就是必须说，就是虽然他现在说的这么好，但我刚开始就觉得他是个诈骗。因为我跟他刚开始聊天，我问他从哪里来，他跟你说我从非洲来的。你觉得哪一个女生听到一个男生这样回你，你会觉得这个男生很真诚，你会觉得你现在要聊天也不有点诚意，心里当下的感觉就是这样。不要吃这么多饭了，我就吃点了。我吃点饭。我刚刚吃了早。没关系，他饿了可以让他吃点。不是啊，饭吃太多。我已经结婚了，没关系。哎呀，实在哦。难得他能吃点，可以吃点。没有，昨天那天感觉没什么胃口，今天要补回来。对吧？不要看我比较里面是最有肉的，但我吃的是最少的。对。因为一个事件，对吧？比如说这发生这个事件是哪一天，然后因为这个事件啊，我们后来才想起啊，原来是因为这一天我们才在一起的，对吧？因为上海冬天特别冷，对吧？是。对，他有特意从台湾织一件围巾，从台湾这边寄过去的。哇，我说我好喜欢，真的，怎么看起来像无印良品啊？结果他就说是他做的，对，然后他后来把他就是制作毛衣的过程用那个现实缩影拍下来，对。好在我拍下来。对，他传给我，对。啊，我真的看完真的好感动，真的。相处一开始他是准备打算待1个月的，对吧？我打算待2个礼拜，1个多礼拜。一开始待2个礼拜，我们一开始订的机票给他订往返的，对。2星期，后来他要走的时候吧，是吧？是要走的时候，对。然后
后来就是确定就是知道怀孕了，对。对，那时候我就决定我要立刻回台湾，我直接跟他说，那我要订机票，我要回台湾。就是从头到尾这件事情只有我和他知道，就是还没有告诉家人。对。是等到我从防疫旅馆出来14天出来以后，我马上冲去妇产科，然后确定听到心跳。因为只有听到心跳才是真的。听到心跳，当天晚上就回家跟我妈摊牌。你都没有用那个，宝贝，你没有看到猫咪耶？你有看到吗？小丑鱼。对，小丑鱼。脚踏车、摩托车、赛车。只是觉得，其实很突然啦。对啊，觉得是人生另一阶段磨练的开始。很多事情也是从结婚有小朋友才开始去磨啦，所以我觉得太快了，因为夫妻之间其实还没有真正相处到，有很多都需要磨合，又加上一个小朋友，经济各方面有没有当好，结果来我也没做事啊，所以我觉得会很辛苦，可是事情碰到了就是面对它，对呀，就是这样。我们当时就是小朋友刚出生的时候嘛，因为要照顾他，没有工作，对吧？然后我自己就是跟太太商量，有从大陆就是进一批小朋友的东西吧，婴儿用品、婴幼儿用品，对。然后想说，一部分可以给自己的小朋友使用，一部分呢也可以抛在网上，然后来换取一些就是日常生活的开支吧，来维持一下。不然的话，一年照顾小朋友其实也很辛苦的，没有经济来源，对吧？只能靠这个网拍啊这些东西来。他那时候也没有在工作，他是育婴留体嘛，对吧？然后就是说，他虽然每个月有固定工资啊，但还是需要帮他出一份力，帮忙一下，分担一下，对吧？然后所以我就在做这些。其实以前有做过就是网络运营这一块，而且也认识大陆很多那些工厂一些资源，我都是直接从工厂采购，然后通过一些集运方式，然后再送到台湾来。像这种卖的其实算比较好的，正常一般就是很多小朋友刚出生，他需要这种这叫豆豆被、豆豆毯，对，它的就是材质啊各方面都很好。然后小朋友一般就是睡觉或干嘛摸着它，就有一种很安全感吧，对，这种我们有卖的很多，对，豆豆毯。1、2、3，这3个。当时为什么就是说没有去外面找工作做这个呢？对啊，其实因为我们情况比较特殊啊，都是自己在照顾太太，对，她坐月都是我跟岳母在照顾，对。我们想说也不能让她一个人太辛苦，帮她分担一下。但是呢，因为我太太这个人，她也希望我能参与这个小朋友成长过程，对，她觉得赚钱其实其次啊，陪伴是最重要的，对。所以我们俩当时就是也是一致决定啊，就是说让我来带一下小朋友。哇！再去，再来一次，再一次，对。因为我觉得我们太快就进入婚姻，就是在很多倒退啊，可能财务啊，或是在一些沟通上面，我觉得我们还没有磨合得很好，就直接进入那个状态了。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们需要面对一个很大的挑战。我们其实最大的冲突点一直都是教育问题。那是老鼠。是什么？我比较不常发脾气。对。那因为我比较急啊，对。龙泉的个性比较急啊，而且男生有可能他是儿子，我觉得他如果是女儿，搞不好就不一样了。那是妈咪。猫咪好，猫咪我爸爸小时候是比较权威式的教育，就比较会骂人。我觉得我小时候可能不喜欢这种感觉，所以我长大也不应该让我孩子有这种感受，所以我就这一部分我就会特别在意。就是不要对小朋友发脾气，因为你说他1岁多，他懂什么？我觉得他其实是他不懂，
那你对它发脾气也没什么太大的意义。不是这个。哇，你乱放哎！看一下白萝卜，宝贝看后面，应该是在后面的白萝卜。因为这1年来带金宝，对，说真的，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嘛，的确也很难，对，再怎么难也要学会去努力去适应啊，毕竟孩子是自己的，对吧？但我觉得这个过程其实，对我来说蛮充实的，也是一个跟他一起成长的一个过程，对我来说也算是尽到一个爸爸的责任吧。我觉得把小朋友照顾好，其他照顾好这才最重要的。我们当时也是基于这样的考虑的，因为他大概1岁左右的时候，可以送去托婴了，对，然后我再开始去外面工作。你怎么喝的？我今天早上看我们那个赖群组的聊天记录啊，我今天有可能要去南部斗六那边。昨天客户有看到客户那个叫休的信息，对他们有在群组里面highlight出来，对。然后我在想，如果今天早上开会应该没问题吧，可能是我去了。我们公司其实它是有北中南嘛，对吧？3个分公司，然后我们中部负责的话，新竹到嘉义这一片。对，基本上这一片我们都是日常要跑的范围。我职称目前是售后工程师，对，或者叫维修工程师都可以。对，售后的。那我们这个机器主要全部都是美国进口的，对，都是因为我们是全台的代理商，对对。一般我们都会早上会打开看一下。我在这间公司我是做2个部门的，有负责这个喷印机器，还有负责检测设备。检测设备一般都是直接在客户现场安装的。早上来我们一般都会检查一下，它有问题的时候我们会把它清洗一下。它那个喷嘴前的那个 damp 也有，也有那个编号哈，003-1177-0014。对。大约不是说完全看已经是原本坑的了。他是客户啦，但他最近好像要再增加。对，就是新闻看多了，想要了解一下，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我目前是从事寿险行业，那我是保险从业人员。对，那我们的日常就是协助客户，把他们的风险做有效的控管，如果事情发生了，降低他们的成本。对，他是83年的，83年，蛮年轻的。对，他蛮年轻的。不过我觉得他也蛮有保险概念的，所以我要确认他的资料，把他重新。前2天跟我讲，其实有蛮多人都会问我说，像龙泉来到台湾这样没有工作的话，会不会就是生活比较紧张？我觉得我该庆幸我刚好是选择这样的工作，因为毕竟我前面几年我有一些积累，所以就算我后面没有那么积极，因为我刚好怀孕生孩子，没有那么积极的情况下，我的收入其实我觉得可能还是比一般朝9晚5的上班族还要好。所以我觉得我们2个其实我比较不会觉得我在养他，因为我觉得他就只是一个过程。但是我觉得龙泉刚开始找工作的时候，确实有一些碰壁，因为可能疫情期间工作本来就不好找，加上就是他的经历跟台湾可能又有些不一样。可是我觉得他很认真在学习，他那时候还有去参加政府的职训局，他在那边考证照去做学习的时候，他回家都很认真跟我们分享。我觉得他愿意为家庭付出，重点是我们2个可以把这件事情，有一个共识，
今天那个优生，对，优生，是然后要换什么？优生它原先是叫修，它就是有一瓶机器没有墨水了，然后我们叫一瓶墨水过去帮它。可能也要寻一下那耗材，看他还够不够。对对，这位是我的课长王课长，对，王志燕课长，对。可以讲全名吗？啊，王志燕，王志燕课长啊，他单身了对吧？因为他其实刚来的时候我们也会紧张嘛，就是想相处文化上的会有差异了对吧？会担心这些，对。啊，其实有时候我们之间那种互动是，感觉没有那些，都是用对一些眼神还是对动作，应该看每个人的状况，他蛮快，大概1-2个月就差不多。对，因为这个东西还要跟客户之间的沟通嘛，还有顺畅度那些都很重要，不是纯粹就是维修人员。我觉得还不错的，所以我还叫里面他们比他老的一些资深的叫他小心的，赶快爬比他很快。在200公尺处向右转。我的性格就是不太喜欢拘束，在一个固定的地方，对，然后喜欢冒险，对，喜欢到处跑、到处玩、到处吃，然后可是因为结婚之后，我真的发现有改变很多，有收敛很多，因为这时候发现啊，再怎么跑还是家最重要，对，因为这时候已经当爸爸了，当丈夫了，对，我觉得还是要陪伴在他们身边比较重要。我等一下要下去征询一下客户意见，去问一下，看他们愿不愿意让我们进去拍摄，对，因为他们的产品比较特殊，可能涉及到一些商业机密，对，征求他们意见，对，我再回来告诉你们要不要去，你们可以先在车上等我们。好，麻烦你了。好，不会。我今天来客户这边，它主要是它的过滤器到期了，因为它是属于机器耗材的一部分。对，它到期的话，正常都会提前打电话安排我们过来给它做维修或者更换。这个一般来现场维护的话，这时间不一定哦。有时候可能很快，1小时以内能解决；有时候可能需要花3-4小时来解决。对，根据机器的状况吧。对啊。我来这边学这个技术，大概我想想花了1到2个月时间吧。前期是有一些学长帮忙，就是带着我一起来跑客户，对，然后跟他旁边就是学习。然后再加上平时在公司的维修室也可以自己练习，拿一些就是旧的机器可以去练习，对，差不多1-2个月的时间就会自己独立上手。对，我还是蛮喜欢这样外勤的工作，对，可以到处跑，对，面对客户，然后与客户打交道，对，来帮他们解决问题，对，在这个过程中其实也能学到很多东西吧，然后也会有一些成长，对。至少就是说能学习到台湾的，就是人情这块，包括台湾的一些职场文化，对，可以看到不同的东西。打开之后，正常因为它是墨水黑色的嘛，这个正常我们来说一般都是1半的嘛，对吧？对，1半或者1半上的一点点都可以，对，大概这样的。这样它就不会跳了，可以列入你们的，比如说日常。你要拆的时候不用关机啊，就直接拆开机就可以。对，那个开机不影响。偶尔的时候，你也会感觉出来他有点沮丧，然后自尊心有点受挫。我觉得我的家人还有台湾的文化其实蛮好，其实对新住民有很多的包容嘛。对，那我的家人也是鼓励他，就是没关系，如果真的没有找到很好工作，没关系，就是像我们那时候就是有做网拍嘛，就想说多少贴补一下家里，钱赚多赚少，它只是一个暂时性、阶段性的，但它不会是我们以后的未来。现在是要接金宝回家，对。
对，帮我喊一下泽月，谢谢。对，就是接送这件事情，其实都是我在处理的，因为我时间比较弹性，我上班时间是9点前。对，那但龙泉他8点半就要上班，所以我的时间比较好配合。宝贝，快点，回家了。妈妈今天没有带耳朵的药。哦，好，那可能忘记点了。哦，没关系，事情已经处理得快差不多了，就是在可以刮出来。对，剩一点点。哦，对，好，对，谢谢，拜拜。来，哎呦，你要站好哦。好，来，哎咻，好，等会见，拜拜，好，拜拜，走。其实现在人都很忙碌啊，我觉得在外打拼那么辛苦了哈，其实累了可以回来家里吃一顿饭，我觉得这个家才有温度啊。啱講為遲到哦，打拼從要目標啦。拍一下啊，拍一下我镜。来抱抱，要抱抱吗？要哈。很棒，不错，配合。要吃饭了。好。哎，我早上买早餐就要忘了吃，一个饭吃饭。那你有忘了付钱吗？钱付了。好。来吃饭。好。好，来，我知道废话多了。大部分时候我们会下班，等我下班回来就一家人用晚餐。其实我觉得婚姻就是要陪伴，要在一起。我觉得一家人就应该要在一起。对啊，所以我知道也有很多人能够，有些夫妻会分房睡，对，像有小孩子会分房睡啊。这件事情我是蛮坚持的，就是因为龙泉有跟我提过，就是我们两个阿 Q 的时候，他就跟我说。啊，我去睡客厅，我去睡外面。我跟他说不可以，因为我觉得分开就散了，就是我觉得你就不像是一家人。所以那时候也许我也有可能考虑去那种出差的工作。对啊，其实他也有考虑出差的工作，可是我就觉得现阶段还不适合。就是我还是希望先以小朋友为主，家庭小朋友为主。对，这是我们当初两个有共识过的。我觉得我们这一块其实都做得蛮好的，就是我觉得这点蛮难能可贵，但是我觉得大家都蛮有共识要维系这件事情。对。那猪脚烂吗？烂，很烂。对，猪脚。可是我怕我不知道吃几碗。不要吃饭。哇，因为你很棒哎。小朋友看到你这样以后，人家都会跟着你。对啊。哇。以你为榜样哦。是吗？你说是什么？是啊。哦。就是这个。上那个。我觉得我们等一下照这个签数，我们去。对，我也是这样想。一下刮刮乐，好了。最佳的那个。最佳戏子，人家机场又开始演了，先休息一下。所以我们直接去他家，不去那个蛋糕不老味那个。直接去哪一家？对啊。我们如果来这边，就是来看阿姨啊，直奔阿姨家。对。先来看阿姨啊，然后，看完阿姨就是会去看外公，因为外公在附近。北埔老街。对，然后我们会去老街走走，或者去有时候去他们说要去那去有时候会去北埔冷泉，会去五指山，对。就在这附近。对不对？
这个就是我的阿姨，然后她最亲密的阿姨。对，然后她就像我第二个妈妈一样。因为我小时候要补习的时候，这个阿姨要赞助我补数学哦，虽然我数学最后还是没有很好。开心呢，其实小孩子成长，我们一起一路看来都觉得非常好。这个保险业来讲，我们全家都是他的保单，都是他的钱。他照顾我们，我们照顾他一样。恩赐我们俩喝杯吧。是什么？然后妈咪泡一杯。咖啡。妈咪跟那个阿姨喝一杯。好，可以。这4杯汤姆，我们这2杯我再泡。当好饭那点，那点来实去好饭当好。谢谢。先懂一点点。你听懂什么？你跟我说一下。就我们经常会回来，然后呢？喜欢来这边看他们，看阿公，大概有80%。龙泉很活泼啊，他每次都会阿姨好，阿姨好，他非常活泼的。你看后生人玩种的时候，起来马个唔是上得多。这家家庭的事情，自家做主手嘞。对。是按照染粉的。你听得懂吗？我听不懂啊。哦。不然怎么会结婚？这就是缘分。好。你现在帮我翻译，回大陆我帮你翻译。好。互相。很厉害，客家话都懂哎。我从小听到，我怎么会听不懂？你闽南话都没有客家话这个。我对北埔的印象，因为我们经常会过来，就是从我来台湾2年前后，应该来有7、8次了，差不多对吧？太太她从小也是在这边长大的，她小时候也会经常来这个地方，感受到那种这边的，比如说民风啊，这边人的人情之类的，我会觉得这边人啊，客家人都很勤劳，对，很勤俭持家。我觉得我老婆她其实这方面还是蛮符合这方面的，对。对，我觉得比较淳朴，比较没有像大城市节奏那么快了，就大家很安逸啊，对。从那边是吧？好。要让妈咪带着我比较好一点，因为我不太知道这边。来台湾这边，我觉得入乡随俗嘛，没有说特意说不能去这些那些，我还是会跟家人一起会去拜的。台湾很多庙里我都去拜。好来，但是你不过来吗？在我们后面一起对。来台湾生活这2、3年吧，我其实感触蛮多的。可能的确，台湾现在的一些行业啊，包括一些企业，没有大陆那边就是说，怎么说薪资高，对。因为我跟我太太当时选择来台湾，其实我们都有规划，有商量好了，会选择在这边定居的。当然，目前我很享受台湾这边的生活和工作，也比较稳定。对，我觉得台湾这边相对大陆更适合生活。对，我觉得生活非常，由此怎么非常宜居了。对。Hey, Dragos. Yeah, we can begin now. Yeah, okay. Take it easy. Nice. Okay, bye. 那个今天因为周末嘛，我们就是跟我们好朋友一起家庭日，对，带小朋友一起出来玩，对。这个是我们那个加拿大朋友，他叫 Dragos，yeah, from Canada，yeah， 然后这是他太太，台湾人叫依珊，对，然后他小朋友叫伟伟，对，然后我们经常会在一起互动啦，平时我们都会互动，对。因为那个我们身份其实差不多，他也是新住民，对，所以我们是在一个新住民那个培训的课程上面认识的，对，然后所以我们就是觉得大家很谈得来，然后后面我们就一起就是有经常互动来往啊，对吧？No.
Very little bit, like very like 你好。Like 你好 ，Thank you. Yeah. Yeah. 我还可以。我还可以 ，Yeah. Yeah. See how this works. Yeah, I help you. Okay. Okay. Maybe need a long time. 哇，这个打气要打很久啊。我先生去年来的时候不太适应台湾生活，就是有点水土不服啦，就是天气啊，还有食物跟加拿大很不一样，所以他本来这次回去想说看家人办事情，然后就打算说过年回来一下，他就要回去了。可是他因为小孩子跟他分开太久，所以小孩有点开始不找爸爸。我们认知到说，爸爸还是要在孩子身边，所以他这一次就决定说回来不是只是待过年而已，他想要再试一次长期待下来，然后尽量去适应台湾的环境，为了孩子跟我，因为我们并没有打算要回加拿大。要不要吃鸡肉？这个鸡肉比较健康。我洗手一下好了。哎，40斤就是。我们和 Dragos 刚认识的，对，有简单聊一下，因为毕竟欧美跟亚洲人，就像我们中国可能跟台湾包括文化饮食各方面相近嘛，但欧美可能是差别很大的，区别很大，对。You like Taiwan? I do now. It took me 1 year to adjust to it. Because I come from a cold country, right? And here it's very hot and humid, and Canada's cold and dry. So, second thing was the mosquitoes, but I made peace with them now. I do feel like an alien here sometimes, but. I mean, in the beginning, I was a little bit like, getting too much attention, but now I just ignore it kind of. Or not ignore it, I don't let it bother me at all or anything. Yeah. It's okay if people look at me or want to talk to me, Yeah. I'm still kind of new to this place, so I'm still trying to figure out who's who, like, who's okay to talk to, who's okay not to talk to, so yeah. But I have friends now. Yeah, thanks. I think this one is strong, yeah. Maybe the man, the man. 是这样的，恩赐应该是这样的吧？哎，是。另外一个风筝呢 ？Can you? The string is like. 哦。它这个有点乱了，走在一起了。他不会放风筝我们也都不会。其实说实在，牺牲也蛮大的，对他们来说，为了就是努力融入这边，对，然后学着去尝试去适应啊，对，去这边的生活，包括这边美食。毕竟男生嘛，其实跟我有点相似，没有社群，不像很多那些外配嫁过来的女生，她们有自己的社团。对，然后当时我觉得我们俩经历很相似，然后我们俩也挺聊得来的。怎么帮自己在台湾的生活，我只能说多带他出去。可是因为我自己的生活圈其实蛮小的，因为我原生家庭的关系，所以我们的生活圈，我爸妈吃素，所以我其实很多时间我在家里吃，然后我也很少出去玩。所以我们现在在尝试说，我们认识他们很好，跟我们有很多共同点，可是很多事情是他们知道很多地方小吃，然后恩慈带我去很多地方，他跟我说其实台湾很好玩。就我们大家有时间的时候一起会去，让他们怎么说，看看台湾更多的美吧。对对，我其实台湾很多风景啊，包括人，我觉得可以多去看看。对，坏了。The best thing I like about Taiwan is the people. No complaints about that. But now I think once I adjusted to the food and the different like flavors, because you guys have a lot of flavors here. Yeah. Yeah, I'm okay now. So I think I'm investing myself into it now. So. Yeah. I'm learning Mandarin slowly. He's learning English slowly. And we communicate with body language too. So I'm actually learning Mandarin with him. So, because he likes to repeat words, and then when he says words, I was like, oh, what does this mean? And then Ishan translates. So it kind of gets stuck with my head too. So yeah. So I did the pros and cons, like what's good, what's bad for both countries. I figured out that in the future, maybe it's better for them here. Maybe
when he gets older, like high school or something, maybe we can go back there. Yeah. But for now, I think Taiwan is good. So. 我问他那个。哦，我想要去迪士尼乐园。对啊，我说去日本啊，我说他去日本。可以去吗？没有啊，恩慈可以啊，我可能要请假。他们的同学现在也住附近，真的、哦。爷爷，你等一下，我给那个爷爷打电话。因为我们现在就是说，虽然回不了大陆嘛，然后我们都会每天固定和家人视讯。对，来，爷爷，你看，爷爷，两边很合格的，两边缺合的我看不懂。你说嗨，你说嗨，你看，这个是我舅舅，这是我舅舅，这个是奶奶，这个宝宝喊他太太，啊，这是小姨，对，这是小姨，对。你说太太，你说太太。这个也是太太，这是我外婆，这我外婆，对不对？对。你说太太，你说太太，因为今天我弟弟生小孩嘛，对，然后今天家人都来我们家，就是看望他，顺便来我家吃顿饭，对吧？我们现在在拍电视节目，正好这边那个在拍我们这边台湾生活的一个纪录片，对的，啊，这来我们拍嘛，对，早上跟我们吃买菜，我早上买菜，他跟我们后头拍，对吧？你说爷爷，爷爷，你说爷爷，爷爷，你说爷爷，你给他看你的坦克，你给他看，要不要给他看？因为我其实很喜欢跟我的爷爷奶奶聊天，对。等一下。就是啊，有时候觉得很奇怪，我很喜欢跟我奶奶干，你知道吗？对，但她还很喜欢我这个孙子。然后我现在儿子出世了，对，他也很喜欢儿子，对。我们每天晚上都会视讯，对。嗨。跟奶奶。嗨，奶奶。安慈在喊你，就是你，你把数字拿好的，这样他们看不懂的。你把是哦，这是小姨，那个舅舅旁边三舅，哇，还有那个洋娃娃妹妹。对。Hello。我很理解这句话，对，家人在哪边，家就在哪里。对，其实大陆就也有类似的这样的谚语了，对，因为当你年轻时候就是漂泊惯了或干嘛，会发现最终还是要回归家的，对啊。无论家，比如说在对岸也好，在台湾这边也好，我觉得在哪里都没有差了。当然就是说以理解太太、尊重太太为主了。尊重，比如说这边的文化习俗都要理解啊，都要尊重，我觉得是最主要的。快跑！我觉得再重来一次，我还是会选择跟他结婚了。我觉得缘分是一件很奇妙的东西，而且我相信我今天不论跟谁，这些只是一个过程，我们还有一个更美好的未来，未来应该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这是大象吗？是大象的形状长这样吗？老婆，他跟他那个恩吉他妹妹，给他妹妹，是我那个伯母，大伯伯母，对。你爱一个干嘞？我要吃饭。吃饭，对。他说你过得很好，没有瘦。瘦哎，怎么走啊？你中间吧，修来是吧？等一下，只是我们只是先拍照，拍完之后再按位置住，对。